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丁亚珊，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李玲政变案，议员洪玉峰20号在市政总质询当中，批评民政局长陈宗安无顾民意反对，坚持对专区李玲进行调整，而且行政权侵犯立法权，明显违法。并质疑李玲调整是恶想作业，要求加听取民意，重新规划。针对李玲政变案，议员洪玉峰以龙野地区一里193户，加中西区一里1900多户为例，发现户数较少的区域颠倒无受到政变，互伊质疑政变的标准到底伫倒位？因为这种的做法不但降低你的服务品质，也互李玲的差距变大，亲像变成关系下边的缩小版。大理你要甲伊分做细理，我想这无争议，要提升因的服务品质，对资源的公平分配，这大家拢同意。但是你甲细理的甲做安尼，阮市区内底，阮大市区是阮的原罪吗？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付出的税金，还有我们的居住环境，都是远远压力大于郊区。但是现在阮就爱背负这哪悬的，阮的税金交遐贵。阮就爱背负，甲阮降低你的服务品质的这种情形。所以你说，你有办沟通座谈会，所有你就拢甲阮来，因无人接过，区公所拢无接过，议员嘛无接过，你就嘛无接过。你说这是民意的回馈，你要叫谁背黑锅啊？其实都是，我不知道是你中院的意见，还是赖市长临走之前交付的政治责任。民政局指出，李玲政变了后，会当省下里长每个月的事务费45000块，有价折性市库，每一档将近2亿。不过，议员洪玉峰初步估计，包括户口名簿、门牌、身份证等资料变更的费用，并无较省钱，要求民政局在多方听取民意之后，再来用心思考。但是，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台积电已经宣布3奈米的新厂将伫台南设立，受到行政院长赖清德真大肯定，并答应要解决台湾投资环境面临欠水欠电等5大缺失。不过，议员蔡淑惠以台南水库水量不足等实际状况来呼吁市府爱持续进行后续规划。台积电伫9月29号宣布将伫台南设立3奈米的新厂，而行政院长赖清德也答应将协助解决水电、土地等等问题。提出议员蔡淑惠指出，虽然水的供应有加采取再生水，不过伊质疑若是无水源，根本无再生水会当用。尤其现在台南的水库阁有4成的淤积量，所以水的问题恐惊阁需要由政府协助解决。你投资了6000亿，你可以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嘛？当然，我们很高兴它坐落在我们的台南园区，让我们台南地区的人有机会就业。但是后续的整个铺陈安排，还有我们市政府怎么协助，我想你要是积极性的去帮忙，希望我们经发局是全面性的。而不是针对这个国际品牌的所谓的台积电做更优惠的一个协助，应该把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协助套用在任何的一个厂房里面，让台南市的南科的台南园区，让那个很兴隆，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得到我们市政府该有的协助帮忙，好不好？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汇报，每个月由我亲自主持。好，那2亿以上的在台南2亿以上的投资，我们就专案辅导跟协助。是。议员蔡淑惠呼吁市府爱积极协助后续的规划，让这个产业甲就业机会留伫台南。但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张世贤以溪北地区人口外流的问题，来点出县市合并以后更较严重的城乡差距，要求市府重视地方的道路建设甲观光产业。同时，对着教育的议题，议员也希望市府会当更较用心，
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现代人经济压力大，少年人生囝意愿也降低，而少子化的影响，就是学生数变少，造成学校无法度继续营运，一间一间收起来。议员张世贤质疑市府的教育经费到底用伫倒一寡所在？咱的教育变的经费遐济，较本来遐济人口咧上学，也是安尼遐做事大人也艰苦啊死无人去，啊！就拼死，互这囡仔去读，啊！这教育费用是拢用对得去呢？哦，本来一班拢50-60个，也是遐经费，啊，这一班剩10外个，啊，有诶都无啊，啊是安怎？迄学生的补助是安怎？咱这个会期，咱有上一个预算，就是希望提高那个让私幼补助，私幼收费是公幼化。这个增加这个公幼的这个收费。补助爱较济啦，到诱因啦，人才会生啦。另外，议员也以道路建设、观光产业等等的议题，点出溪南溪北资源无平衡的问题，呼吁市府重视湾台南县地区的发展。但是为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因应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由社团法人各发挥甲中嘉集团合作举办的橘色商机产业高峰论坛，邀请专家学者甲企业进行分享交流，并针对高龄族群的社会发展力，首度发表调查报告。透过镜头，咱做回来关心。根据统计预估，2020年，也就是在3年后，50岁以上的熟龄和65岁以上的银发族将占总人口比率40%，成为政策拟定和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族群。希望透过举办论坛活动，让社会大众一起来关注高龄化的问题。论坛呢，最主要就是先呈现我们这些银发族他主观的有哪些需求，他对政府、对企业界有什么样的评价，他的需求有什么样的跟现在所能提供的之间的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就是我们某一方面来讲，是有点遗憾；某一方面来讲就是商机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很多这边的伙伴，他们现在在提供很多的商机因为。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嘛，我们只有16%的长者是需要长期照顾的，这当然很重要。但是84%的人呢是相当的活跃的，很清楚的。比方说我的学生博士班学生有83岁，对不对？我们张忠谋56岁才创业，这个从刚刚的报告里面也发现，现在我们的很多的特别是70岁以前的人。虽然也许50岁、55岁就退休了，他们还有很强的要就业的这个意愿等等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研究发表，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研究，才知道说需求跟提供之间的差距，然后呢，这个差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也是个商机。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橘色商机的现况和发展趋势，主办单位特别邀请相关企业以及公部门进行专题分享，透过意见交流，激发出更多的火花。因为今天下午会有这个国民交易所的苏长要来，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谈，那也有很多从企业的角度来谈。那么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现在网络平台是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中嘉。这个网络这个公司能够来谈说，那在网络时代，在电视方面，在网络上面，他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服务来满足这些高龄者的需要。另外，共同举办橘色商机产业高峰论坛的中嘉集团，从服务客群的数据资料中，深刻了解熟龄族群的需求。因此，借着有线电视数位化时代来临，运用集团专业的各项资源，陆续提供更多生活智慧服务。
我们希望是透过一些免费专区的设定，能够让长者的食衣住行的娱乐，其实呢不用透过Internet 的茫茫大海，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银发专区，其实看到更多就是健康啊，或者是一些长者需要的一些功能，都在这个电视的界面平台。那当然更进一步，是因为中家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数位宽频的平台。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数位宽频的这一些系统呢，去开发更多以往其实类比电视做不到的一些单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跟用户中间其实产生更多互动型的服务。当然互动其实以长者来讲，其实最先可以看得到的利基，其实就是有关居家安全的这一块，透过一些 IP Cam 烟雾的侦测跟一些所有电器安全的掌控，能够让那个长者在家里居住的安全，就是透过一个 App， 透过一个设定，其实就由中家来守护它。那当然另外就是说，对于以后大家其实常常在谈的，不管是健康照护，或者是一些长照2.0的居家，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问题，这一些其实有透过中家的这些数位跟宽频的平台，都能够让大家其实就是只用中家，你就是永远保护你的家，就是这样的概念。中家集团表示，随着数位化时代来临，看电视已经从被动变成互动的方式，随时都能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想看的各种影音和生活居家智慧化的服务，全面照顾银发族生活。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随着3C 的产品愈来愈普遍，学生近视的比例也对咧提升。为了唤起大家对视力保健的重视，国际赛主会300D湾区上午伫大公国小再次举办免费视力体检甲配目镜的服务，预计有超过120位6岁学童受惠。为了扩大社会服务，后需要关怀弱势拢当得到帮助，所以国际赛主会300D湾区第8专区上午特别动员来到大公国小甲附近社区进行卫生教育宣导，其中特别延续3天前执行成效真好的免费视力筛检加协助配镜服务，预计有120位学生受惠，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包校长相当感佩。我们在大光国小做了我们视力筛检，为我们国家的主人翁做一个照顾，让他们将来替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今天视力筛检，那个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有我们那个第15分区主席的引荐，还有第16分区共同大家的合作引荐了那我们安南医院共同来跟我们办理这项活动。狮子会的伙伴呢，也结合这个医院跟那个中山大学的视光学系，帮这些孩子做了这个免费的配镜矫治的活动，让小朋友的视力可以恢复到正常，可以好好的去做学习。那其中有一个个案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筛检的过程当中，竟然发现一位10岁的小朋友，他就有高度的远视。所以以至于他在这个学校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连减镉、减色纸都减不直。
原来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近视或者什么看不好，而是因为他的远视，所以他远的地方看得很清楚，近的地方反而看不清楚。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视力筛检的活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一个孩子的学习因为这样子的投入而改变了他的一生。另外，会中配合学校健康促进的计划，嘛设计关卡，让学生透过动态参观，了解什么物件应该加食，倒一寡应该减食，自细汉的学习健康饮食的观念。学校表示，赛主会爱心总动员来帮助学生的健康，就是咧做功德。电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南台科技大学甲菲律宾的姊妹校德拉萨大学做伙签署国际合作书，共同打造一个新形态的产业，就是利用远端监控科技来帮助菲律宾偏乡的有心妇女，让因伫欠缺医疗资源的状况之下，也当透过科技做简单的产前检查，就是降低生囝的风险。只要予有心的妇人人穿上安尼仪器，就当运用非侵入性的方式，做简单的产前检查，实现远距离产检的功能。这寡拢是南台科技大学甲菲律宾的姊妹校德拉萨大学双方合作的成果。上午，德拉萨大学也特别带领济学生对菲律宾来到南台科技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这是对菲律宾这个整个医疗整个婴儿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透过这个菲律宾政府呢，他们得到补助。那在我们工学院这个院长、副院长、系主任王主任这边呢团队的这个努力，那我们杜丽琴老师呢这样的一个专利发明对他们来讲变得高度的这个兴趣。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国际间的一个产学合作。执行计划南台电机系施金波老师本身嘛是菲律宾人，伊来到台南已经10冬，会当实现安尼计划，帮助伊家己的国家，伊的心中充满感谢。合作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各位同学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跟我们DLSU的同学们有这样的交流，我相信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也没有什么他们是排名第2，我们是南台的一个问题。昨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今天早上大家的交流也非常的热，有那个热情在那边。所以相信我们双边有自己的强项，所以透过这样的合作，我们可以做出更多东西，可以为我们社会有贡献。第3个点，其实我们在 DLSU 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未来就是今天开始。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目前这项计划已经以菲律宾物联网新创企业的名义，一步一步在进行。相信未来一定会当造福更多菲律宾偏乡有心的妇人人。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吉米甲艺术家拉黑子以及多位树林国小的学生共同合作的艺术联展，这次将伫安平的辅导建筑文化馆展出，展期到明年的2月21号为止。现在透过镜头，带大家亲身来欣赏。台湾一个梦想，这个艺术联展，这作品拢表达了丰富的情感，有的寂寞，有的趣味，有的让人感觉热烈。这届艺术联展由台湾备受欢迎的艺术家吉米、艺术家拉黑子以及多位树人国小学生共同展出。这也是树人国小学生甲老师对2015年开始的写生计划，一直延续至今的成果。现场这贵宾拢到着欣赏，并鼓励这寡自由创作出这么美好作品的树人国小学生，伫咧画图创作这条路，爱继续行落去。像各位有这么好的校长、老师，让你们在绘画的创作的路途上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又有这么好的企业家可以支持各位到台东、到各地去办画展，这是很多艺术家或许都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各位小朋友比他们都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又有拉黑子老师、吉米老师、陈坤厚导演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界的这些艺术家，带着各位一起去展览，把各位的知名度啊一下子就提升得非常的高。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位小朋友，你们应该用掌声感谢这么多协助各位的贵人。所以咱这个展览的各位艺术家拢足优秀的，吉米老师啊，迄个拉黑子啊，咱树人国小小朋友，尤其是咱校长甲吴老师，哇，小大恁有时间的时候，真足甲看参观一下啊，看了若好的时阵，就介绍恁的亲戚朋友，大家继续来看安尼。相当难得公开出现的台湾知名艺术家吉米，也亲自出席到现场，甲大家分享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心内感受。在我们从事画画这么多年，我们慢慢失掉所有小朋友最强的原创性，然后他会再次提醒我们，画画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然后那今天来到这个场地也吓一跳，因为这个场地非常的棒，然后这么挑高，然后看画是这么的舒服，所以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我的福气，谢谢大家。这场戏院一个梦想丰富的艺术响应，也有侪镜头无翕到的珍贵创作。根据对即日起到明年的2月11号，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安平的府都建筑文化馆用心来欣赏。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曾经入选台中大墩美展的新生代艺术家曾延义，多年来拢以雕塑创作为主，而且上界用人体为素材，呈现个人风格。目前伊上新的作品正在蓝赛图文创园区展出，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来自台南，伫咱在地接受完整美术教育的艺术家曾延义，伫工业研究院中小企业处的辅导计划之下，来到南赛道文创园区进行伊首次个展。曾延义虽然年纪轻轻，不过经过公共艺术制作、教学等无同领域的训练，加上对着身体线条特别喜爱，所以用泥土、灰啊加水流茶等多媒材来不断雕塑。同时整理出伊多年来精彩创作，希望用上帝创作人的感动来感动观众，用作品甲大家结缘。这几年来创作了一个心得，然后在身体上大概，它是一个很神秘，而且也是我们一个朝夕相处的一个载体。但是我们必须透过它来认识这个世界，同时我们又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又有另外一个自己。然后我透过创作来表达我在这一方面的想法，然后也在印证，我想法跟我们身体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来到这边展览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在这种场域的结合，还有像文创跟那个我的算是艺术创作的一些形式来结合，算是一个算蛮新颖的一个配合这样。新生代艺术家曾延义认为人体美感亲像一座山，一世人拢探索不完，所以嘛希望甲大家分享。伊展览时间对10月19一直到11月13，欢迎民众到场观赏。台北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普天有时热温的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最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0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